这小连续落雨，加上天气热，嘛来造成着苗栗的农民甲附近的客家另外一种的困扰。讲有一种叫做乌豆糖的这种土糖，真侪，唔来食菜，搁一路爬入去人的人家厝。丁公所讲，因为高温加上农民放伤侪绿肥，才会互这种的土糖快速来生炭。 一尾乌色的糖，都袂输参啊共款，伫即个叶仔顶面爬来爬去，即种食叶菜类的，即种糖俗名叫做乌豆糖，也是行军糖，因为最近高温加上落大雨，为即个农产入到人家厝数量有够济，互农友甲居民拢惊到。菜嘛安尼啊，菜都安尼，哦，菜糖拢食啦，拢食。看着惊死哦。盐呐，放肥皂粉呐。啊。 都没有用，让它进去，结果它也是跑进去啊，全部都是。原来是因为管理和政府纳入节水的奖励范围，水场若修建每公顷会使领4万几块补助，所以讲这期修建面积加真济，嘛因为停止灌溉，高温加上有伤济绿肥无咧管理，才会致使讲乌豆糖生炭了真紧。地公所初步估计受害面积差不多有30公顷。就是说以后在政府在鼓励休耕的时候，是不是？ 把这个青豆皮苗的这个豆科类的哈，不要再撒在这个田里面，因为田里面休耕它本身的长出来那些杂草就蛮多，不要再刻意这个时候去撒这个青豆皮苗。出现糖的危机，显示休耕期无耕作的产园，嘛是要好好啊管理。